新出的关卡完全不够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老爸，儿啊，爸比我约好了和几个酒友去野外踏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思前想后啊，还是不放心，所以还是亲手给你写了一封信。爸爸临走前，把快餐店的主厨罗德烈叫来了，给你当几天私人厨师。哦，对了，爸爸呀，让他给汉堡里多塞了几层菠萝片，给你补充点维生素 C。最近天气又冷了，你要注意保暖。衣柜里啊，有爸爸出门前给你挂上的新毛衣，是爸爸亲手织的。哎呀，回想起来，你刚出生洗澡的时候，就砸坏了家里的浴缸，那么有活力，那么健康。你3岁的时候就把家里所有的缸都砸坏了，爸爸真是太欣慰了。自从你上了高中，就不爱理爸爸了。哎呀，这些年以来，你还是第一次和爸爸分开这么久。虽然儿子，你最近越来越独立，不像以前一样常和爸爸谈心了，但爸爸还是放心不下呀。你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一定会孤单的。每隔2个小时，爸爸都会打电话给你的，要记得接哦。老爸，出门踏个青，至于吗？老爸，你不是出门了吗？哎呀，爸爸刚走出家门外的便利店，就觉得没法放心，所以啊，回来陪你啦。麻烦死了。另一边，宝贝儿子，什么事？爸爸知道你不喜欢当面聊天，所以给你写了封信，你可一定要记得看啊！啊！儿子，爸爸给你报名了高中以来，你一直都不愿意去。爸爸不是想逼你和人接触，爸爸只是很久没见你笑过了。虽然学校里都是一帮不听话的崽子，爸爸班上有你老哥，可惜不中用啊，成绩垫底不说，一年到头还天天逃学。2年级班上还有个什么海盗团，他们领头那个，他爸我认识，整天4个人开1辆电动车。1年级你要去的那个班啊，爸爸清楚，里面有个小子叫加德罗斯，从小到大门门学科是第1呀。他爸爸天天跟我面前在那炫耀，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说什么他儿子乖巧、懂事、听话，那是加德罗斯那混小子吗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儿子，给爸爸去打败他，打败他！我也要炫耀我儿子啊！炫耀我儿子！你要试着走出房间，看看这个世界吧，我亲爱的儿子。爸爸会一直等着你的啊！凹凸学园，
在意。刚出门就下雨了，唉。3缺1，连麻将都打不了。嘿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老家伙居然说什么不放心儿子就不来了。嘿，下次咱们去不带他。老大，你这次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如果成功的话，我就可以见到暗影使者大人了。